由嘉里建設、順和置業、太古地產同港鐵合作發展，位於南區黃竹坑香業道11號嘅海盈山，近日推出第4 B 期，合共提供368伙，戶型涵蓋2房至4房，項目已屆現樓，發展商都開放咗2房現樓俾我哋參觀，即刻同大家一齊參觀一下啦。首先我哋參觀嘅係1B 座37樓 C 室，實用面積546尺，屬於2房緊廚間隔。一入門口就係客飯廳嘅位置，不設玄關位，以長方形開則，方方正正，做到客飯廳分明。飯廳可以擺放3至4人用嘅餐台，客廳擺放3人梳化、電視櫃、茶几等等。廳區外連3合1大露台，擺放到戶外家具，望內園景觀。廚房位於大門旁嘅左邊，以緊廚設計。L 型工作台面，上下櫥櫃，提供收納空間，配有各種家電，包括雪櫃、洗衣乾衣機、蒸焗爐、煮食爐等等。其中一間睡房位於廚房嘅旁邊，睡房方方正正，可以擺放到單人床同衣櫃。同客廳享一樣嘅景觀，望內園景。廳區另一邊設有一個小走廊，浴室以浴缸設計，設有交漏標準嘅鏡櫃同洗手盆櫃，可以收納衛浴用品。主人房間隔方正，可以擺放到雙人床，並且做到3邊落床。預留咗空間放置置頂大衣櫃，亦都有空間可以再放到梳妝台。大玻璃窗與房同闊，大大提升房內採光，同樣都係望內園景觀。然後我哋去參觀1B 座37樓 D 室，實用面積484尺，屬於2房開放式廚房間隔。玄關位設有一個小小嘅收納空間，可以放置到小型掛件。旁邊就係開放式廚房，呈曲尺形，上下櫥櫃，寬敞嘅工作台面。並配有基本家電，包括煮食爐、蒸焗爐、洗衣乾衣機同埋雪櫃等等。客飯廳呈長方形，容易擺放家具，放到3至4人用嘅家具，包括小餐台、梳化、電視櫃等等。外連3合1露台。浴室以浴缸設計，設有鏡櫃同洗手盆櫃之外，亦都設有收納櫃，提供大量嘅收納空間。睡房單人床可以靠窗擺放，可以再放置衣櫃同埋小書台。主人房以長方形開則，可以擺放雙人床、梳妝台等等，亦都預留空間擺放到1列大衣櫃，滿足收納需求。大玻璃窗與房同闊，享寧靜內園景觀。最後我哋去參觀旁邊嘅1B 座37樓 E 室，實用面積499尺，屬於2房開放式廚房間隔。呢個單位間隔與 D 室相若。小玄關旁邊就係曲尺型開放式廚房，設有唔少嘅收納櫃，提供儲物空間。配有基本家電，包括雪櫃、蒸焗爐、洗衣乾衣機、煮食爐等等。廳區呈長方形，空間寬敞，可以擺放到3至4人用嘅家具。外連3合1大露台，望到內園景觀，亦都望到小部分嘅海景。浴室以浴缸設計，設有交漏標準嘅鏡櫃同洗手盆櫃，提供收納空間。房間間隔方方正正，可以打造成為書房或者係另外一個嘅私人空間。景觀與廳區一致，望內園及部分海景。主人房開則方正，可以擺放到雙人床，可以做到3邊落床。有個空間可以放到置頂大衣櫃。大玻璃窗與房同闊，提升房內採光，享寧靜內園景及部分海景。海盈山連接約50萬平方尺，區內最大型嘅商場 The Southside， 一站式提供購物、食肆、消閒、娛樂，全面滿足生活所需。附近就係黃竹坑站，2站直達金鐘站，可以轉乘多條鐵路線貫穿港九新界。附近亦都有巴士同小巴站，交通便利。
滿足住戶嘅生活所需。鄰近多間著名國際學校及傳統名校，有利子女升學。今次就介紹完畢啦。想知最新嘅樓盤資訊就記得 follow 我哋，下次見，拜拜。